風台北海地瓦近，北台灣是已經開始咧透強風上大雨，而且愈晚這雨勢落愈粗。氣象署繼續針對桃園以北、新竹到台中的山區發布大雨特報，也若中部到東北部的山區，閣有北部地區，就要注意大雨以上等級的雨勢。北海豚颱風已經開始影響台灣北部近海，記得現在位在基隆的潮境公園，雨勢是一陣一陣，而且不時有巨浪拍打岸邊。海巡署人員已經出動，不停的勸離遊客。東北角海花風大影也大，北海地用中度風態強度經過台灣北部海面，影響北台灣。宜蘭市區風大，雨也一陣一陣，騎機車的人真細緻，路邊的布防廣告被吹甲特別落落去，場面真驚險，路口佫出現大量的樹花。有名地標團結中心內底月河水也漲起來，園區內底遊客攏走了，密集定的卡熱雨，也傳出在前宜蘭市中山路二段烏石橋車經過路口，向中途停在路邊，因為有電線直接被風吹落來，影響交通。30分鐘左右才恢復。台北市的陽明山為早起開始天氣霧茫茫，陣陣的強風，不少人行程攏亂去。打定一個主意，如果我來了下大雨的話，那我就折回這樣。在山區，我要提高警覺，因為氣象署繼續針對桃園以北地區、新竹到台中山區發布大雨特報，有局部大雨發生的幾率。文化大學附近的店頭也做好準備。就是如果風雨太大，可能就不要開了，這樣對啊。全聯有買泡麵那些的。氣象署觀察北海地目前依然在台北東北東方向，北六幾公偏西接近，一直到拜一開始轉向西北西方向，刷往中國。西北暗時一直到初九是上接近台灣的時陣，在沿海有長影北部海邊甲明仔馬祖地區，攏會出現巨型等級的影權。外圍環流不斷的影響之下，我們主要在今天晚間到明天白天是一個比較偏向西風到西南西風的這個風場。這樣子的風場呢，會為我們的迎風面在北部地區，還有這樣子山區的部分帶來比較明顯的降雨。氣象署提醒，北海地沙丁東過程內底出現一波旺盛的對流雲系打在北台灣，會一直到初九，瞬間的強降雨，新拿電叫中部山區、北部地區、甲東北部山區，攏會有較劇烈的影響。記者綜合報道。